上集讲到，韩警官为了民众的安危封锁了公寓，但是民众们却纷纷抗议政府擅自隔离居民。为此，韩警官只好将感染者释放，让民众们亲眼了解狂人病的可怕，才能拖延时间研制治疗剂。餐厅内，会长感谢韩警官让药物可以顺利售卖，原本以为堆积的蓝色药丸都只能自己吃完了。韩警官表示，虽然这个药物治疗新冠失败了，但是对于治疗成人多动症还是有效的，并且对提高集中力也很有帮助。此时，韩警官的妻子也来到了这里，他刚刚去买了婴儿用品，满心欢喜，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。韩警官突然接到临床中心打来的电话，得知服用了蓝色药丸会出现撕咬人的症状，但明天就是最终成果公布的日子了，只好吩咐手下立马将人送去医院，并且保守住这个秘密，反正也没有死人，只要给他们支付治疗费用和赔偿金就好了。此时，餐厅内传出响声，韩警官走进去，竟发现会长在撕咬他妻子的脖颈。面对妻子求救的眼神和已经发狂的会长，韩警官崩溃不已。公寓代表家中十分简陋，和他平日光鲜亮丽的形象截然不同。原来他拼命想当上公寓代表，都是为了钱。呵斥丈夫没有早点发现健身房的事情，想到解除封锁以后，整个公寓都要翻修，电梯、内部装备也要全部换掉。转换思维，觉得这也是一个圈钱的大好机会。为了能顺利当上公寓代表，决定说服公寓里有影响力的人。随后来到新春家门前，却只有小女孩在家。恰好此时新春和以贤回来，公寓代表为今天白天的事向他们道歉，解释看到血迹，任谁都会误会的。他假意关心小女孩，却被小女孩反怼，顿时哑口无言。岔开话题询问新春和以贤是怎么相识的，看到客厅的照片，尴尬表示，看来两人的缘分很深。小女孩并不信任公寓代表，新春也不信任他。眼镜男还在疯狂洗脸，从长发女这里得知，妻子一直服用的药物是从健身房那里买到的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起身离开。长发女趁他离开后，偷偷在家里翻找着什么。以贤和班长离开时，他发现电梯从6楼去往负1，让班长先回去，借口有东西落在那里。眼镜男来到健身房，询问健身男是否将药物卖给了他的妻子，也就是6楼的普院长，表明他并不是来报仇的，反而很感激他，是想找他购买那个药。健身男依旧说他什么都不知道。眼镜男威胁会将他感染的事告知住户们，将他赶出公寓，随后拿起一筐健身球向他砸去。以贤在门外观察着他们的动静。律师接到视讯，一个男人看到传单上的电话来找他做法律援助。律师男听说外面其他栋遍地都是感染者，男人否认这件事，表示感染者都被锁在儿童图书馆了，是因为爷爷祖坟的事想和他面谈，会在负1楼等他。律师男瞒着妻子准备偷偷前往。律师妻子查看访问记录，发现丈夫打算和其他栋的人见面，找到新春将事情告知他。新春却立刻将门关上，随后拿上棒球棍前往负1楼。被铐着的健身男发病了，疯狂拉扯着眼镜男。以贤走向前，眼镜男哀求以贤救救他，以贤却说他消失的话对这个世界更好。与此同时，律师男来到负1楼，却发现这里也连不上网络。男人告诉他走到外面才有信号。律师男子只好研究怎么开门。以贤救下眼镜男，命令他之后最好老实待在家里，不要再轻举妄动了，不然就将视频曝光，让大家知道他和感染者接触了。以贤和健身男对话时，眼镜男默默拿起器材欲偷袭以贤。此时新春正赶往负1楼，眼看门就要被打开，新春将律师男一把推开，用尽全部力气将门锁上。律师男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反而责怪新春害他错失案件。新春无奈表示，刚刚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到，现在要进祖坟的人就是他了。眼镜男偷袭不成，反被以贤打了一顿，只好仓皇逃离这里。被赶来的新春一脚踹翻在地。律师夫妇来到健身房，看到发狂的健身男震惊不已。以贤告知清醒后的健身男，住户们正在讨论怎么把他赶出去，质问他那时为何跑去外面。原来他是回到车上找剩下的药物，他原本想忍耐的，但是因为眼镜男的不断逼问才发作的，并告知以贤他已经将药物在车里的事情告诉了眼镜男。新春找到口罩男，希望他明天能参与投票，让健身男不被赶走，但口罩男坚持在封闭解除之前绝对不会走出家门。眼镜男偷偷来到地下停车场，找到健身男的车，成功拿到了蓝色药丸。公寓住户们在健身房内召开会议，律师男将健身男发狂的视频给他们看，希望他们能投票将他赶出公寓。新春询问住户们当中是否有过新冠患者，老头举手表示他以前感染过。新春询问他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才患上新冠的吗？老头解释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和朋友吃了顿饭而已。新春表示，虽然这次狂人病和新冠不同，也能理解大家的害怕和不安，但是如果这变成了自己或家人的事，还能做到将他们都赶出去吗？律师男让住户们举手表决，最后的结果却是平局。这时口罩男全副武装的来到了这里，投票同意健身男留下，随后立刻转身离开。投票结果，健身男可以留下，新春提议住户们2人一组，轮班看管他。会长看着民众抗议的新闻，听说是韩警官提议对于感染者较多的地区进行出入管控，并且到现在也没有研发出治疗剂，只能靠低温缓慢病情，或者用镇定剂和安眠药拖延时间。韩警嘲讽会长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，最多就1个月了。会长说韩警官的妻子也是一样，是和他差不多的时间感染的，提出将公寓电闸关闭，也不要给食物，让感染者们自生自灭。中尉担心如果公寓停电停水的话，除了感染者，其他人也会死掉。韩警官让他去查断电的时间。黄毛翻看母亲手机的相册时，却看到了他拍摄伤口的视频。此时收银员出现，
询问他是否丢失了手机。他曾在门口见到过他的手机。黄毛立马表示愿意出钱让他帮忙找回手机。新春来到口罩男家，口罩男表示他收集了很多军用粮食储备，问新春要不要进来看看。公寓代表找到健身男，解释并不是真心想将他赶走，听到以贤前来的声音，将水杯留给他，便离开。今天由短发女兄妹负责看管健身男，以贤告知他们，如果发现健身男感到口渴的话，千万不要给他水喝，马上到5楼来，然后将手铐的钥匙交给短发女。以贤质问健身男刚刚和公寓代表说了什么，健身男告知以贤刚刚投票的口罩男也购买过这个药物。以贤听言立刻离开。黄毛和收银员来到1楼，黄毛让收银员快去快回，他留在这里把风。两人将堵住门禁的桌椅都搬开，收银员走到外面寻找手机，刚找到手机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看着男人诡异的笑容，收银员害怕的连连后退。以贤回到家寻找新春，却发现新春并不在家中，从小女孩口中得知新春和口罩男一起上楼了。以贤意识到不妙，慌忙赶去15楼。短发女兄妹又因为房子的事情发生争吵，走出门外，短发女因为一直被不平等的对待，哥哥还一直觊觎房产，委屈的哭了起来。哥哥见状也只好道歉。两人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撞击声，前往查看。收银员和黄毛冲进公寓，从电梯逃离，感染者们也都涌入公寓。短发女兄妹打开楼梯间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。这时一个男人扑上来，疯狂撕咬哥哥的脖子，并将他拖走。短发女惊慌逃跑，躲进健身房，将门锁上，再用凳子将门堵住。健身男询问他外面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以贤来到15楼，拼命敲门。口罩男打开门，却说现在有点忙，让他稍后再来。以贤用棒球棍将门堵上，质问他是否服用了药物，警告他要是敢动新春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染者都涌入公寓，新春一行人能否化险为夷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